幕背脊睇翻一啲文件咧，其實1890幾年代咧，其實已經有㗎啦。咧再行上啲咧就依舊後果咧，你睇先經典啊！嗱，呢幅非常之經典。嗱，仲有咧，即係第1890年嘅時候，清朝嗰啲嗰啲人中心嘅地方，整個山頂嘅中心嘅，我哋可以再上我呢啲有冇人上過呀？以前嚇19世紀尾嘅時候，同埋嗰啲瓦餅。首先咧就好歡迎大家嚟到白加道15號政務司司長嘅公寓，呢度叫做 Victoria House。咁另外佢之間嗰個關係喺向前嘅咧，咁佢嗰個呢度個接口係呢個就唔似咯，呢個。所以你輕輕借翻個日記。啊，都係有。咁今次咧，我哋藉着咧 Sketch Hong Kong 咧，係希望咧我可以將香港唔同嘅學生啦，同埋全民參與啦，去用速寫嘅方法咧，去描繪咧香港嘅文化同藝術嘅一啲identity 啦，同埋獨特嘅呢個意識啦。希望大家嚟支持我哋 Sketch Hong Kong， 一齊去觀察下我哋身邊嘅事物，同埋我哋嘅城市，尤其是一啲嘅地標啦，一啲係特色嘅街道啦。咁而我哋一齊去揾翻屬於香港嘅文化特色。希望大家可以全力參與呢個可以記錄香港，用呢一種方式記錄香港嘅活動。透過 Sketch Hong Kong 呢個計劃咧，咁就可以我哋透過畫筆去記錄翻香港唔同嘅建築物，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活動嚟嘅。咁所以大家一有時間咧，就一齊參加 Sketch Hong Kong 呢個計劃啦。